日寒，四家食火锅，少人食火锅引起半碳酸中毒的情形。礼拜日暗时，有6个人互人送去急诊室，拢有头壳戆、头壳痛、想要吐的症头。上界严重的才4岁尔尔，已经昏迷，目睭仁吊吊。一个抽血检查才知讲，原来是半碳酸中毒。6个人拢拄啊好伫咧同一间火锅店食饭，医生又讲应该是半碳酸中毒着的。 天气反冷，冷死是袂少人爱食火锅，无想到即马煞出现食火锅一氧化碳中毒的代志。我们一开始本来会猜是感染的问题，但是这个病患最近并没有感染的症状，也没有发烧的情形，才去推测大家都是从火锅店出来。难道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就是一氧化碳集体中毒的案件17号暗时有6个民众来到急诊室，全部拢有头晕、头痛、想要吐的症状。上严重的病患只有4岁，当时已经昏迷啊，佮出现目睭倒掉的情形。一开始就是热痙攣，紧急来治疗，抽血检查了后才发现原来是一氧化碳中毒。若这6个人相共的所在，都是伫同一间火锅店食完了后出现无爽快。 很多的原因都有可能，比如说太拥挤了，或者是空调上面是有问题的。医生讲，可能是因为火锅店内底较热，通风不良，也是冷气出问题，这个原因，拢有可能造成一氧化碳中毒。若食火锅，有民众伫咧室内点有香味的蜡烛，嘛有可能有致命危机。就是在一个小小的雅房，那2个人就是只是为了增添情趣，然后就烧了那个香氛蜡烛。很快的，他们2个在睡梦中就一氧化碳中毒。医生嘛提醒大家，天气变冷，民众若是要伫厝内，就要注意空气流通，更加要注意烧物件产生的废气，才袂无注意来造成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